车头换来看台南有民众驾车停伫咧国小附近的巷仔内底，煞好石头牵甲一空一空，原来就是附近的小学生作业。目前这民众是已经报警察，校方嘛联络家长到学校来处理。另外嘛强调，因为家长对学生的宣导教材过失败啊。民众徛伫咧较悬的所在翕倒落，如果翕到两个囡仔一直咧甲停伫咧边仔车牵石头。车的引擎挂是去红碟甲凹一凹一凹，连这挡风玻璃嘛受伤。民众是气噗噗，唔那甲学校反映，嘛报警察处理。修蛤蟆链那个连续2天，上面都是石头，下面都是石头，而且那石头不是小的，不是像那么小，它是砖块，怎么干了我？后来我就想说奇怪，那怎么有人丢石头？然后我们去报警嘛。对。警察来的时候还以为是我们是那个刚结完修啊。因为徛隔离学校无95公尺，中嘛敢若隔一堵无介悬的壁。这发生的所在是属于学校较少学生活动的所在，所以讲也正做学生作业的地点。在地民众讲，正正嘛有其他民众的车去互牵着伤，不过想袂到是学生下课时阵咧作业。学校收到消息了后，赶紧联络家长去学校矫正学生的行为。深感大的歉意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学校进行了口头告诫，并通知该生的家长来到我们学校这边来做讨论，并且协助来做管教。本分局于当日下午4时许获报后，立即扩大访查周遭住户，并调阅监视录影资料。目前已查知嫌疑人身份，并请家长约制后依法办理。校方强调讲，会伫咧全学校安全性宣导。作业的地点卖打告示牌，警告学生莫搁做错误行为，莫继续追踪学生的行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